今天回娘家了哈，真的是非常感动了哈。看到许多老面孔，也很多新面孔哈。然后看到教会依然这样在夏牧师、谢牧师还有瑞平牧师的带领之下，这样蓬勃的发展哈。我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好，那个遥控笔啊。那我会这个培灵会的部分会分作2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晚上我们先来讲过去的故事了哈。那这段故事，我想说很多人都跟我一起经历过啊。那也有一些是新来的朋友啊，你们也不妨听听看啊。这个富强教会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是怎么样来做调整跟改变的？好，那首先我要先说我的故事了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了哈。这是这次的主题经文，我们会分2天来读哈。那我们今天先读第一段哈，以赛亚书的第43章15到17节，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神圣的上帝。好，我们读这段以赛亚书哈，是这个先知以赛亚哈。有人说这个是叫做第2以赛亚哈，就是40章之后是第2以赛亚。他最主要这个先知是在鼓励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国破家亡给他们鼓励，让他们知道有一天上帝会带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度，重建他们的国度啊。那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他先述说上帝过去在他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面所成就的作为。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也利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哈。不过我想说，在座还有一些人不太认识我，其实有很多人认识我，也不知道我的故事了哈。那其实我来富强之前，大家大概知道我是在大专中心服侍，都是跟年轻人朋友在一起。那富强教会是我牧会的第1间教会，那双联教会是我牧会的第2间教会，就是牧2间教会而已哈。那当初我为什么会想要服侍担任牧师哈？其实是我对于大专事工的一种委身呐。我认为大专学生他们真的是很需要有人参与辅导，所以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留在大专中心里面当干事当了5年的干事之后，我想说那时候原本是我的母亲是鼓励我出国去念书，可是后来我想说还是需要做专职的服事所以我就到神学院去进修，然后之后又神学院毕业之后又回到大专中心。好，那我一直就是要做大专工作可是大专工作做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那一年我正好37岁，我想说遇到一个问题啦，就是大家都知道我2个孩子嘛那我每天可以陪孩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短暂因为大人的工作就是晚上的时间要到学校去带团契所以我白天他们去上学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睡着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应该要改换一下服事的禾场所以我想说就选择教会的牧会
其实影响我牧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她在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家里好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她先生好像生很严重的病，好像快断气了，那她打电话到教会去找牧师。牧师可能外出没有马上联络到，所以说可不可以？那时候我当神学生嘛，说请我先去协助看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那我就赶快过去那个姐妹的家我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我们母会的牧师就是孙宏正牧师已经到那里了那时候我就看。孙牧师在服侍这个人因为他们家是住在一个那个非常比较老旧的公寓那个楼梯非常的狭小那救护车开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担架好像很困难搬上去那时候我就看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看到孙牧师他就把那个已经过世的人背起来，从他们家3楼，这样从上面这样背到下面来。我看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这样看，我心里面对上帝说，我以后也要做这样的牧师，我以后也要做这样的牧师，就是在一个家庭遇到最悲痛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信徒，就是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那后来我觉得我虽然没有牧会的经验但是我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服事那后来我就想说要到教会去要到教会去，要到哪间教会去呢？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那个，也没有什么机会了那时候我知道富强教会正好那个夏牧师跟谢牧师已经离开，应该有2年，接近2年的时间那一次有一个机会，就是大专奉献主日我就到富强教会来讲道，讲道完了之后，那个就是陈佑长老是我的学长嘛，他就跟我联络说，不知道我有没有想要牧会的想法，那我说那时候我就有想要牧会的想法可是我说富强教会，我那这么大规模的教会，我不太敢去了，可是那个陈佑长老就给我鼓励了，鼓励，但是那时候也遇到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大专中心，大专中心有一阵子我的头发留得很长那来富强服事为什么叫做不可能的事？因为根本不可能轮到我啦。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大专中心，我就是那时候我有把陈友长老跟我说如果你有意思的话那你就投一个履历到富强教会来，看看大家决定怎么样。后来不久之后，我投了履历，不久之后，当时的富强教会的小会议长，就是有一个中会派一个小会议长来当那个一个牧师来当小会议长，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你有投那个富强教会的履历你不可能的啦，靠可能选你嘞，你根本都没机会啦。”他就跟我说：“你根本没有机会啦。第一个，我知道你的背景你从来没有，你小时候也不是在教会长大的我有没有上过主日学，
也没当过执事，也没当过长老，那是大专的时候才信主的，他根本没有教会生活，另外像富强教会那个规模，应该不会考虑你啊，他跟我说我诚心劝你啦，我给你介绍另外一间教会他就跟我真的给我介绍另外一间教会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不过那时候我也是做勾爷啊，我就说可是我已经投履历了呢，不然人家给我回绝之后，我在那个不要人讲一个新妇引过来竞赛然后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天那个就是富强教会有3个长老，打电话约我说要请我吃饭，那他们就约我出去我记得是胡歌、蔡老师还有许长老他们就约我去一个地方吃饭，然后我也忘记谈什么了就了解一下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啦所以后来他们说要拣选我的时候，我也觉得也没有什么把握他们就是一直说要找一个时间请我到教会再讲一次道，让大家认识我结果那个时间都安排不出来那次好像有一次野外礼拜，我有跟着去了后来在拣选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富强教会一向都是非常平和的大概那个长老们说什么，大家就会同意不过大概有一些人认为说怎么都没有这个人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还叫我给他投票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后来那个来主持那个和会的那个牧师徐光川牧师，他有跟我说他说他当时用了一个技巧他说如果你们不认识他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觉得有一点疑问没有关系你们那个圈圈就打小一点。后来我去看那个选票真的有的写得很像句号。那后来我今天想起来真的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因为我来这间教会服事，是我得到很多很多的造就一个完全对教会完全不知道怎么牧会的人，来到一间非常包容、非常充满爱的教会，让我在这边得到成长所以每次我回来不管是有人婚礼，或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回到教会来，我都是用一种报恩的心都是感谢各位让我在这边真的是得到栽培跟成长所以来富强教会本身就是一件对我来说是一个奇妙的恩典是一个上帝的奇妙的引导好，那还没来之前，我们社青就约我去有一个那个生活营那时候去拜访那个竹堂教会的庄孝生牧师其实我知道本来也是想请庄孝生牧师来牧会了后来我们就跟这个社青一开始也比较熟了来了之后我就做了一点功课了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富强教会的状况这是当时的富强教会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牧师娘那时候有跟我说那时候我说我要去牧会要寻找一间教会，他说他在不知道意象还是梦当中就看到一间像这样的教会所以真的就来到富强教会那我是2003年10月赴任的那时候我有根据富强教会做，因为我学理工的就比较这个我是偷偷做的，不让你们知道啦
那一开始我就发现，因为富强教会有优势，好，就是每一个信徒真的真诚热情、包容相爱、执行力强，好，真的是执行力非常强，然后配合度高，好，然后缺点就是，其实多数信徒对于那时候对于属灵的事情并不十分渴慕了，啊，那比较传统啊，推动施工、同工的训练不足，好，那有一点机会就是有一群相当追求的社青，那时候社青是相当追求，好，那威胁就是说有一个完全没有牧会经验的菜鸟牧师，这个你们都不知道，真的，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开长执会哈。紧张的要死，准备1个礼拜都不知道要怎么怎么开长执会，从来没有开过哈，好，当时聚会的情况是这样哈，主日礼拜那时候主日哈是没有儿童主日学了哈，那主日礼拜的聚会平均人数是152，好，然后这些是它相关的数字好，然后财务状况哈。那时候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每年都会清零，就是会把所有的结余的钱，除了基金以外的钱奉献出去，所以没有很高，没有很多的存款，好，那组织的话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是第一次我们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那个228的时候。那个牵手护台湾哈，我们那时候几乎大多数的富强的信徒都有去啊。我们是负责在那个叫做博爱路哈，博爱路那一条哈。好，那这是第一次洗礼哈，第一次洗礼给我很大的鼓励，好，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才知道因素了哈，第一次洗礼有这么多人，你看，好，原因就是因为2年没有牧师嘛，所以大家都集中，等了很久，终于牧师来了，赶快来洗礼哈。所以第一次洗礼的时候，哇，我记得是2003年的12月14号啊，洗礼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像牧会很简单嘛，一下子就这么多人洗礼，好像第一次有10几个人洗礼吧，那结果第2年变4个洗礼，那这是2004年的同工生活营，我们是在那个神学院有一个深水的校区，在那边第一次的。隔年的一个同工生活营啊，那我们在那边开始在讨论说教会要怎么做调整跟改变，好，那这是我们开会的状况，好，那后来我就决定只做一件事情，好，就是查经班，好，为什么我会决定只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只会做这件事情，其他我都不太会做哈。那我就想说，就从圣经帮助大家多认识圣经所以我们就开始开查经班那开查经班之后，我就开始拼命写讲义的日子那时候我觉得上帝也是真的很特别了哈。我在大安中心8年，当传道跟牧师8年，那写了8篇讲道，因为每一年写1篇嘛，四处去每个教会去讲募款就来复讲2个月就用完了，所以就是每次那个为了讲道篇绞尽脑汁那我就是写得很慢。要花很多时间，每次那个礼拜结束之后我睡个午觉，我就马上起来开始写那时候也有查经班礼拜3查经班我又写
啊，我查经班的讲义大概有参加过查经班的，就知道我都是会逐字稿的讲义哈，大概一篇都有6000个字哈。啊，那个讲道篇就是4000个字，所以一个礼拜我会写1万个字，好。那后来我有统计啊，我在富强应该有写，应该有写300万个字，300万字的讲道篇，好，那就拼命写哈。所以我几乎没有在参与外面的活动啊哈，我就是。因为要写到礼拜3先赶礼拜3的查经班，然后礼拜天要讲道，好。那后来我们开始华语礼拜的时候，一开始哈，为了鼓励大家2场都参加，我就要写2篇讲道篇，好。那时候就是每天在写讲道篇了哈。那接着我们就开始讨论礼拜更新了哈。一开始的礼拜更新哈，我们用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找一群对于礼拜更新有兴趣的同工们，我们一起阅读一本书，好，神所拣选的人，好，那我们一起阅读，那一起去思想说，什么样的礼拜是适合那个富强教会的，好，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好，你要怎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调整哈？几乎大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大家都是很顺服。好，即使有很多年长的，好，我知道年长的人并不完全能够接受，一开始不能完全接受敬拜赞美或者等等这些，但是他们都包容，都愿意参与，好，甚至也委身，好，我应该要。我有找到几张照片，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有看到那个松年团契在带敬拜赞美，很感人哈。那我们开始做礼拜更新，好，礼拜更新，然后接着就是组织的转化，就是那个我们把团契转化做小组，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阶段哈？因为那个阶段就是，我们在想说，那时候也有考虑到建堂的问题，好，我们在想说，一旦建堂这个地方没有地方聚会，大家一定要找，可以聚会的地方，就是在家里面，所以如果你团契的话，一般的家庭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的人，那如果用小组的话，那就可以，所以我们就想把团契转化做小组，好。那时候就是大家也都是很配合，好，然后最后就形成团队的服事，好。那我一直觉得富强教会会增长，自然增长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充满爱的环境。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一个理论，就是说，你要养鱼的话，养鱼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池子，对不对？但是鱼池你要把它弄干净，水很清澈，那提供适当的养分在这个水里面，那鱼自然就会在这边存活，而且你放进去养的鱼，它就会生团，它就会生育，如果这个环境很污秽，那这个鱼就要逃掉，要么就逃掉，不然就死掉，所以一个爱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富强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我们早期服事的时候，我们关心了很多家庭遇到不管是病痛或是亲人失丧的这些家庭，我们都成为他们很好的支柱。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新楼医院有那种安宁病房的病人需要关怀的，他一定会联络富强教会。那我们也都很乐意去做服事。包含新楼幼儿园也是一样。如果有一些老师一些家长需要关怀的，
他们都会想到富强教会，所以新楼医院跟那个新楼幼儿园好像我们富强教会的外围组织一样，不断的替我们鼓励一些人来参与我们教会。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一个遇到悲痛的家庭，我们就陪着他走过那个经历那个悲痛。所以这样的这个传统，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持下去。教会的发展很容易变成一种形式化，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维系着这种爱的传统，真是会带给别人非常非常大的祝福。那第二个就是说，富强教会的信徒真的是配合度100%。我有时候应该说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大家都没有办法，不敢相信说会配合到那种程度。你知道有一年那个那时候我就是想把教会从那个团契转化成小组嘛。那时候礼拜3是服务团契聚会，礼拜5是社青团契聚会，礼拜6是青少年聚会。那时候我就有一天就跟他们宣布说，明年度你们都不要安排任何的活动，都是由我去主持的，就是主持查经班。没想到大家居然愿意配合。我想说那时候大家为什么没有起来反抗呢？怎么可能会容许牧师这样做呢？不过就是因为大家真的是充分的配合，我们就领受到很大的祝福。那时候也是富强教会的一个非常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另外就是我们教会的，我刚才说那种动员力、执行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大家在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卯足了劲，没有在计较什么，尽力的做。有一年记不记得，我们宣教150周年，就10年前，那时候有办一个教会日，在长荣中学，那时候很多教会都有不同的摊位，对不对？那后来那个总会的助理总干事跟我讲，他说他这样观察，全台湾的长老教会参加那一次活动的，就是富强教会，动员力、执行力最强。我给你们看一段影片好不好？当天的影片。另外，大家伫遐搬桌啊，你看搬椅啊，还唔知上面人晓拉。你看那时候我还那么胖。
其实哈，其实那一天的观众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人。不过各个牧区都有去了哈，不过就是说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就是富强教会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大家的动员力真的非常的强，啊，只要一个命令之下，大家全力都配合，啊，而且没有怨言，没有抱怨，啊，就是尽力把那个事工就是完成。啊，这样就可以荣耀上帝啊！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一点了哈。那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转化之后哈，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量上面有一些成长哈，但是这个是不，我觉得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当然，接下来我要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说建堂，好，建堂的事工，好，那建堂当中也有，我想说很多人都跟我一起经历过，好，那也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没有，好，那我们大家仔细来听一下建堂当中有什么样的恩典，好，那首先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也是莫名其妙了哈，就是说，突然间就说要建堂哈，就是有一天我们在，以前大家知道礼拜堂旁边是牧师教育馆跟牧师馆哈，最旁边有一间会议室，好，小小的会议室，大家常常会坐在那边聊天聊一聊就说，我们要建堂，好，但是建堂总是要有个理由啊，好。那通常我们那个教会那么漂亮，然后那时候人数其实也还没有，有坐满的哈，都一堂的话会坐满但是如果分作2堂的话，2堂都还有人还可以更多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趋势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统计表就是那个。教会在历年来的成长的这个速度那时候我预测了我们2005年开始到10年之后就是2015年，我们的人数可能会突破250个人那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教会事实上大家。待会我刚才给大家看那个表我们到2015年已经突破500个人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建堂就选举了这个建堂委员建堂委员这几位就是建堂委员，然后这是旧会堂的最后一场礼拜这最后一场礼拜。那接着，我们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上帝的安排真的是非常奇妙就是有一天那个胡哥就跑过来跟我说那个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就是他是在对面的，在那边服侍清洁工作的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他跑过来跟胡哥说：“对面好像要卖了，要卖，那胡哥就说：我们去跟人家讲价了，我当时看那个外面那边，他在那个中华东路那边有一个广告他是要卖2500万的，要卖2500万。那我们那时候没有多少钱了根本不够去买胡哥就去跟人家讲价，胡哥最喜欢跟人家讲价，他今天有没有来他就去跟人家讲说800，真敢讲，800，2500万出800。然后
然后对方当然不可能嘛，然后就攻来攻去，攻来攻去哈，然后他跟那个屌天虾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两个人在那边说来说去哈，那最后哈就决定说，对方因为对方那个隔壁就是1楼、2楼都60坪嘛，好地下室是400多坪嘛，好，这加起来606坪啦，我知道了哈，所以那个真的那时候买真的很便宜了，后来我们就跟人家讲价，讲到1250万，就是对折了哈，这是真的会讲了哈。可是这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啊，我们教会要处分财产的话，就是要开和会。好，那你知道吗？我们开和会就会决定说要不要买，对不对？如果我们决定要买，对方一定会要卖我们高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先去给人家一个那个，就是定金嘛，对不对？给人家定金，好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万一如果和会没有过，那个定金就不见了，可是这样也不好嘛。那我那时候我就私底下跟胡哥商量说，胡哥，如果那个和会没有过的话，我们2个买。我都已经想好要做什么了，我跟你们讲过嘛，对不对？我说我的英文名字叫做那个真刀菜嘛，剑刀菜嘛，那个地下室那么400坪，剑刀菜，可以供应整个台南市那个岛材需要那时候我就想，好了，如果真的万一没有过了，就是我们2个买。我来建岛材开改行，那结果当然一定会过的啦，因为我们为了这个事情筹备了很久，就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买，买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我还写了一本说帖，然后开和会的时候，90%几，就应该是有99都同意，那后来就买了对面那边，那我们把它装潢做得很好，正好在我们在建堂的过渡时期，那时候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堂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我们那时候就跟上帝求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建堂的缘故，而阻碍了施工的发展。教会的增长，你看刚开始要建堂的时候，那个压力真的很大。我有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我都没有经验嘛，所以我打电话去问一个我以前在某一间教会实习的一个做营造的那个长老，我就问他，问他说建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你请教一下？他那天心情不好了，所以他那天就说，恁教会是偌济人啦，你去礼拜2是要去来拍枋要饲枋所以我听了真的是心里面很被浇了一盆冷水了不过我那时候我在想说，好啦，既然我要去来饲枋我嘛加招我人来拍枋所以就是教会一定要增长，一定要增长，后来后来那个教会建好了之后我没有去邀请他了，我应该邀请他来看一下我们教会的建堂，建堂的过程其实充满了很多大家的努力跟恩典我们每一年那时候都希望说可以达到奉献600万，每一年都快要达到，就到最后都有达到，大家就想尽办法，想了很多办法了，
这个就是这个当初我跟胡哥过去那边看还干嘛让进导财的所在哈。这个那时候这是地下室的状况这是屌坑丢了跟胡哥跟人家在那边杀价那后来这边就开始拆除了这一段是拆除的时候的祷告。我来祝福，我们当伫这种见到我勇敢敬拜你，总是你已经完成该大事，已经无够也阮使用，我们从你跳，伊就要起做，更加合你心意的建筑。阮恳求你保守看顾整个过程，充满你的恩典带领，互整个过程真平顺，会当荣耀你的名，来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阮伫遮向你感谢祈祷。也恳求你持续带领福音教会向前行，阮所做合你的心，安尼祈祷，奉告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谢谢，谢谢。因为没有我们祷告，他不敢挖了。最后就开始拆除然后开始里面拆除那这个是王牧师回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定除的礼拜，然后就开始盖这个，我想那个以前硕龙长老有做过他的那个盖的影片我就简单跟大家讲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真的是很努力在奉献你看前面有很多铺满，对不对？那都是小朋友奉献铺满就搬来大家就为这个建堂在奉献这个是啥？遮菜桃啦遮菜桃就是去遮菜桃就是那时候菜桃就是义卖来募款那我们有办这个园游会来募款那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没有要求牧师到外面去给人家募款就是要牧师好好的照顾教会，在教会牧会这是我们的建堂一个特色当时我们有做一个圣经抄写大家全教会一起来抄圣经这些就是工作人员后来就抄了这本圣经我刚才在那胡歌的家里面还看到这本圣经后面有一本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以前抄的我发现我那时候字比较丑一点那后来我们就建造了这间教会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但这个过程当中点点滴滴啦那时候我记得有人把他的那个嫁妆的那个给码贴出来呗因为有一天我看到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周报上面有一笔奉献，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不是整数了。那我就去了解原来就是有一位年长的牧师娘，她把她的嫁妆的金丝拿出来卖，奉献给教会。也有的人当班民然后就用尽自己的想法来为教会募款大家都各尽自己一份力那到最后终于把这栋建筑物盖好那其实盖好之后，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了你们记不记得那天礼拜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做献堂感恩礼拜的时候，我们献上几件非常重要的礼物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
我们献这本圣经嘛，我们手抄本的圣经，啊，让大家知道说教会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那时候搞完这，奉献一条那个圣餐桌的桌巾，是他嫁妆的时候的一个白色的巾，哦。那当天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的起印是用各种不同族群的，好，我们当时有用华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还有印尼语，好，代表我们是一个彼此包容的一个教会，好，用这样来起印，好，那这个点点滴滴都真的是非常令人怀念的，啊，也在这边思想说，上帝为什么对富强教会这么多的恩典，给富强教会这么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好的一个这些信徒，好，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各个不同的团队服事，在团队服事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就各尽其职，好，我们每个礼拜我发现富阳教会几乎没有一个婴郎啊，没一个婴郎啊，每个人来到教会，他除了敬拜上帝之外，他都会有一个服事。有些人在音控室服事，有些人做新朋友招待，有些人在咖啡书房服事，有些人做爱心。那个叫什么爱餐，爱心午餐的服事，点点滴滴的，那更多人在替别人祷告，这都是一个教会所应该具有的。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回顾过去，至少我在这边服事的过程当中所感受到富强教会那种生命力。那种来自于上帝爱分享的生命力，这就是你们各位所拥有的。你们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并且更加的委身。上帝的恩典这么大，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报答他？就像我看到我的牧师把那位信徒背下来的时候，我说我也要做这样的一个牧者。我从那个时刻到现在，我都是用这种态度去做服事。我也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别人的需要看成自己的责任，更多的委身，更多的分享，让我们在这个爱的环境当中彼此的成长。好，那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待会牧师也要为大家来祷告。我们的服事团队的也会起来为大家来祷告。好，不管你现在正经历什么样的一种属灵状况，请记住，上帝爱你，让你来到这个爱的环境当中，你必然会得到力量，超越过你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来唱这首诗，应该不是这首。
拜我们的心，一起来。现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我们对神说：主啊，你呼召我，我愿意跟随你。主啊，你呼召我，我愿意跟随你。我们特别要为你愿意用你一生来服侍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祝福。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那样的丰盛。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接受你的呼召，一生跟随你。求主使用他们，成为你重用的器皿，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并且让他们因着他们的服事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